活水泉，愿主的圣神所带来活命的江河，伫今仔日阴暗，甲咱三甲之地，咱大大开嘴，咱伸出来领受，要啉清气的水，要啉清气的水，就用清气的心来领受。要啉清气的水，就用清气的心来领受。咱用诗歌来做咱的祈祷，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求圣神带咱进入伊圣洁的所在，伫咱的心中的圣殿，伫主的圣殿来敬拜伊。这是圣洁所在。上帝的家，就来献上上深的敬拜。这是圣洁所在。上神你保存，在荣耀的敬拜中，我专心来敬拜你主，我互相求敬拜你主，在你光亮荣耀。拜在你宝座前，我专心来敬拜主，要互相求敬拜你主，在你光亮荣耀的光，愿感将天在旁。亲亲敬拜你，主愿来到你的至圣所，愿来敬拜你。为阮拍开圣殿的门。这是圣洁所在，上帝的家，前来献上上深的敬拜，这是圣。专心来敬拜你主，歌舞相求敬拜你主，在你光亮荣耀的中，我趴拜在你宝座前，我专心来敬拜。
只想求敬拜你主，在你光亮荣耀的中，我敢将天塞澎湃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只想求敬拜你主，在你光亮荣耀的中，我澎湃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只想求敬拜你主。在你光亮荣耀的中，我敢将天塞澎湃，全心敬拜你。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是主，阮真正敬拜你，高举双手敬拜阮你也起双手来敬拜你。我全心来敬拜你看得阮敬拜，主你看得阮敬拜。专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我甲将天塞澎湃，全身敬拜你。我的心安静伫你的面前，我深知影，你实在伫遮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深知影你实在伫遮。我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知影你是我的心，让我得知你的恩典，彰显你心意，使我看见。我要在这里见到你的爱的光景的荣耀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，回应你心意，甲你相连。我要在这来敬拜你的爱的光，你的荣耀。我的心安静在你面前，深知影你实在伫遮。我的
心，像活在你面前，知影你是我的心，让我看见你的荣光，照遍你心里，互我看见，我要在这看见了你，你爱看见你的荣光，让我看见你的荣光，回应你心意，感你相恋，我要在这来敬拜你，你的光，你的荣耀，就在你心里，我要在家看你有你，你爱看见你的荣耀，让我看见你的容颜，回应你心意，感你相恋，我要在家。深深知影，你真正伫遮。阿门。各位主耶稣，我们用启文21篇、39篇
启示录21章来做阮的祈祷。我阁看见有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也无阁有。阁看见圣城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，出伫天，对上帝降落，已经被万变，亲像新娘装他来听候伊的丈夫。阁听见大声对座位讲：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，因要做伊的百姓。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，阁要甲因拭去目屎，拢总的目屎，无阁再有死失，无阁再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痛。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坐伫座位的讲：我要换心万密，阁讲你着写伊，因为这个话是通信。是真实，佮甲我讲，已经成啦。我就是阿里法甲俄比加，是起头的甲落尾的。我要对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喙焦的人啉，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。我要做伊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囝。主要用玛利亚的祈祷讲：我的心存主对大，我的灵要用我的耶和华我的上帝的欢喜做我的快乐。主要将我的一生献给你，对你讲：主啊，我愿意。接受主耶稣，他成为我救赎。自从我跟随主耶稣，
我感到越爱他，祝福越加添，使我不被满溢在地，主在天。我感到心怀他，越久越甘甜。他赐下各样的需要，他是丰盛恩典，每天如今地下只有我谈到心爱他，越久越甘甜。我感到侍奉他，越久越甘甜。我感到越爱他，祝福越加添，使我不被满溢在地，主在天。我感到敬拜他，越久越甘甜。感到侍奉他，越久越甘甜。我感到越爱他，祝福越加添，使我不被满溢在地，主在天。我感到敬拜他，越久越甘甜。我感到敬拜他，越久越甘甜。祈告主耶稣再来时分，我们要是奉为道路，在梦，在路，压起我的十字架。加了属红的道路，我要看见主的荣光，荣耀的主耶稣，他的欢喜也亲切我。直到主耶稣过来时阵，我要受点起，跑走主的路，主的荣耀也含在地心。我要行起来敬拜阿拉。荣耀的君王。
稣再来时阵，我要行顺风的道路，在的门，在的路，也是我的时间。行了顺风的道路，我要看见主的阳光，荣耀的主耶稣，他的欢喜也亲切我。你到主耶稣过来时阵。我们心向你跑走主的路，主的荣耀也常传的心。我们站起来敬拜阿门。我心所靠无的主啊，你是全。咱来用玛利亚的祈祷，甲伊信仰的态度，来做咱信仰的反省。玛利亚讲：“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，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我最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的。”对答了后，万世大要讲，我有福气。敬畏伊的人，伊怜悯因到代代。主啊，这是阮的祈祷。阮将阮家己摆伫你的手中。阮是卑微的人，阮不过是一粒麦仔那点。主，阮将阮家己献予你。主，阮愿意照你的旨意来掌管阮的一生。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就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用尽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就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用尽，
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主啊，我应，主我愿意，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世上生命必得的真理。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放下自己为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无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旧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用尽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世上生命必分的生命。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放下自己为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生命必分的生命，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放下自己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就你旨意，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旧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
亲爱兄弟，你相信上帝伫你的生命中有伊的计划吗？你愿意互上帝使用你的人生吗？亲爱兄弟，上帝若庆用咱，是咱极大无比的荣光。你愿意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，用伊奇妙的计划来改变你的人生吗？咱家己回应，说事上的这个圣神，伊的圣神，在这个时阵，有感动你。咱伫安静的中间，咱来回应圣神对你所讲的话，也愿咱众人拢对上帝讲：主，我愿意，将咱的心向上帝打开，互伊的圣神对你讲话。愿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顶亲像伫天顶。阮的日息今日就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伫互阮入日试，着求阮带你入拜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听你，愿恁平安。我唔知呢，伊个你爱你。